弟兄姊妹 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今日同大家講到呢一個星期嘅妥拉讀經篇，就係第53篇嘅側耳篇。呢個側耳篇呢，亦都係申命記尾二嘅一篇，亦都係咧整個妥拉讀經篇尾二嘅一篇啦。呢個側耳篇嘅經文嘅篇幅就係申命記32章，所以都係整個嘅妥拉讀經篇最短嘅一篇。側耳篇嘅希伯來文就係哈阿仙寮。哈阿仙寮嘅意思就係留心聽，就係從申命記第32章第1節嗰度嚟。經文話：諸天啊，側耳，我要說話，願地也聽我口中的言語。就係喺第1節呢度講到側耳。申命記第32章喺呢首我哋所謂嘅摩西之歌咧，嗰個嘅重要性，其實咧就好似同呢個嘅妥拉一樣咧咁重要。咁不過而家咧呢個嘅妥拉就係以一個即係詩歌唱出嚟嘅形式咁樣咧去表達出嚟。喺呢個嘅申命記31章19節嗰度咧都有提到話咧嗰個嘅呢首歌嗰個作用咧就係話使這歌見證他們的不是。所以我哋知道呢首歌就係咧要去見證咧以色列人佢哋嗰啲即係有做錯，即係得罪頂撞耶和華一切嗰啲唔啱嘅咧，呢首嘅歌咧就作為嗰個見證。咁而唔單止呢一首嘅歌係去即係有呢個功用啦，甚至乎咧喺呢個嘅第31章26節嗰度咧，亦都有提到呢個嘅即係摩西將呢個嘅妥拉寫低落嚟嘅咧，其實亦都係話可以去咧見證以色列人嘅不是。所以我哋更加見到呢個嘅妥拉同埋呢一首第32章呢個歌咧，同樣因為佢哋嘅功用係一樣，都係見證以色列人嘅不是，所以佢哋咧同樣咁重要。而亦都有提到嘅就係話咧，即係第3章20節咧，亦都有講到當以色列人咧佢哋入咗去呢個迦南地嘅時候咧，佢呢首嘅歌啊，要咧繼續嘅俾以色列人嘅後裔就喺21節嗰度咧講到話他們嘅後裔嘅口中必念誦不忘啊。所以其實呢首歌唔單止俾即係而家第2代以色列人入咗去迦南地之後要唱，就係咧之後佢哋世世代代咧其實都要唱呢個即係呢一首嘅歌。所以我哋知道咧呢首歌佢嗰個嘅重要性係非常之特別嘅。摩西都知道佢哋一定會以色列人會犯罪得罪神，而用就話以色列人咧佢哋會身體肥胖啦，會偏即係吃得飽足身體肥胖啦，跟住咧就偏向別神侍奉呢啲神去藐視耶和華，背棄神嘅約嚟到咧去表達佢哋咧會得罪神。佢話21節嗰度就講話，那時就有許多嘅禍患災難臨到他們，這歌必在他們面前作見證。咁其實成首歌咧就係分開有4部分，就講到神對以色列人。即係神本身啦，幾咁嘅完美啦，幾咁嘅好，跟住咧就講到以色列人佢哋嘅罪，跟住神對佢哋嘅審判，同埋最後咧神咧對佢哋嗰個拯救同埋釋放。到咧摩西到一早已經預言咗佢哋會有咁樣去背棄神。不過同一時間咧，以色列佢哋呢個嘅民族係神所揀選嘅選民咧，喺呢首摩西俾以色列人嘅國歌，要佢哋即係世世代代都咁樣唱嘅當中嘅內容裏面咧，好清楚表達咗佢哋係神所揀選嘅選民，就好似話以色列咧係神眼中嘅同人啦，咁所以係即係不能夠被取代嘅位置。喺申命記第32章第7節嗰度開始咁講，佢哋當追想上古之日，思念歷代之年，問你嘅父親，他必指示你；問你嘅長者，他必告訴你。跟住第8到第9節，至高者將地業賜給列邦，將世人分開，就照以色列人嘅數目立定萬民嘅疆界。首先講下側耳篇嘅內容。咁側耳篇嘅內容其實好簡單，主要就係包括咗摩西而家要將呢篇嘅歌咧講俾以色列人聽。咁我哋通常咧就話稱呼為呢個摩西之歌啦。咁摩西講完呢個摩西之歌嘅內容俾以色列人聽之後，跟住咧耶和華咧就吩咐摩西要上到去尼波山嗰度去觀看咧整個嘅迦南呢個應許地。之後咧摩西就要死啦。交代完呢個哈阿仙寮側耳篇嘅主要內容之後咧，而家就會講下側耳篇嘅重點。第一就會講下呢首即係所謂摩西之歌，就係呢個 Shira 哈阿仙寮嘅重要性同埋佢嗰個功用。其實喺上一篇呢個他去篇第30章、31章第19節咧，已經提到耶和華咧要摩西寫一篇嘅歌，要咧教導以色列人傳俾佢哋。
跟住喺31章22節都提到，當日嘅時候咧，摩西就寫咗一篇嘅歌教導以色列人，而最後都喺31章第30節就話摩西將這一篇嘅歌嘅説話咧，就講俾以色列全會眾聽。而喺講到呢一首歌嘅同時咧，亦都講到咧，摩西將呢個嘅呢個妥拉咧，就係寫完之後，就咧交俾利未人啦，放喺呢個嘅約櫃嘅旁邊。就喺第呢個嘅31章24到26節有提到，所以我哋見到經文嘅編排上面，將呢一首嘅歌同埋呢個嘅妥拉咧，其實係將佢平衡擺埋一齊。所以咧，我哋可以咁講啊，既然呢首摩西之歌係俾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喺即係呢個嘅迦南呢個應許地嗰度咧，一路咁樣嘅去唱頌落去嘅話咧，其實呢首歌亦都係一首以色列嘅國歌。係以色列咧嘅國歌呢個咧就係申命記第32篇呢首歌嗰個重要性。作為以色列嘅國歌咧，佢嘅功用咧就係咧要見證以色列人佢哋嘅唔啱嘅地方。因為就喺其實即係都未講呢首歌嘅內容，即係第32章之前，喺呢個31章第20同埋21節咧已經講到，即係當以色列人入去應許地嘅時候咧，所以即係摩西即係都未喺講呢首歌嘅內容之前，其實已經有講預言啊！以色列人入咗應許地之後，佢哋就會犯罪得罪神。而當佢犯罪得罪神嘅時候咧，神就會使啲嘅災難災禍咧臨到佢哋。而當呢啲災難真喺佢哋當中發生，佢哋要經歷俾神懲罰嘅時候咧，咁正正呢一首歌裏面嗰個講到嘅內容就發生，咁就咧就證明咗以色列人咧，佢哋真係即係背棄咗神嘅約即係犯罪得罪咗神，所以就證明到以色列人咧，佢哋嗰啲嘅唔啱同埋得罪神嘅地方，呢個咧正正就係即係呢一首歌，呢首咧以色列嘅國歌咧嗰個嘅功用啊。所以即係話神咧冇選擇到用好似摩西或者約書亞呢啲即係咁嘅以色列咁重要嘅領袖嚟到咧去見證以色列人嘅唔啱。其實神咧就用咗呢首嘅歌，同埋咧用咗佢嘅妥拉嚟到咧去即係見證將來以色列人會得罪神嘅唔啱，而咧就代表神一早已經講咗，知道佢哋會啦。而咧呢個嘅妥拉同埋呢一首嘅歌咧，以色列國歌咧就正好見證咗佢哋嘅唔啱啊。第二點想講嘅咧就係講到摩西俾以色列人呢一首嘅國歌裏面嗰個嘅內容啦，同埋嗰個嘅大綱啊。所以喺第32章第1到咧第14節嘅咧就係講到神幾咁嘅完美啦，同埋對佢哋幾咁嘅好啊。但係咧由15到咧呢個嘅18節咧就係講到以色列人佢哋咧點樣犯罪得罪神啊。而第19到35節咧就講到神點樣嘅去懲罰佢哋咧，以至咧以色列嘅敵人咧亦都嚟到以色列地嗰度咧嚟到咁樣嘅嘅擊打攻擊以色列人。而最後就喺由36節到第43節咧，就係講到神最後嘅時候都會咧去拯救同埋咧釋放以色列人，同埋咧要向去對付攻擊以色列人呢啲敵人咧，神咧會施行呢個嘅審判同埋呢個嘅報應。第三點想講嘅咧就係想講下即係妥拉呢個摩西五經，大家嚟到申命記裏面咧嗰個嘅對於即係神嘅話語當中裏面嗰個嘅重要性嗰個基礎，就係話其實所有先知書裏面佢哋所講嘅說話咧，其實嗰個嘅根源嗰個嘅基礎咧，都係要翻到嚟妥拉嘅當中。譬如我哋見到喺申命記32章第1同第2節，當摩西開始嘅時候，佢講話：諸天啊，側耳，我要說話，願地也聽我口中嘅言語。所以佢係叫天同個天講，要嚟到咧話要嚇下聲了，要側耳留心聽。跟住咧，佢同個地講咧，亦都要聽佢所講嘅説話。而有首歌聽咧，就係傳話。所以當摩西而家同個天話要嚇下聲了，跟住咧就要好專心聽佢講。比起地而家要傳話聽佢講嘅咧，更加嘅要留心聽。而摩西點樣形容佢自己呢啲嘅即係説話咧？喺第2節嗰度咧，話佢嘅説話就好似雨啦，跟住好似甘露啦，好似細雨同埋甘霖咁樣樣。而摩西用呢4個嘅描述嚟到去形容佢自己嘅説話咧，其實表達緊佢嘅説話，其實就係妥拉啦，就係咧神嘅吩咐。因為我哋咧可以喺後來喺呢個嘅以賽亞書第55章第8到第11節咧去明白啊。因為先知以賽亞咧喺嗰度講，佢講緊即係耶和華嘅意念啊，
係唔同即係人嘅意念，而我嘅道路都唔同人嘅道路。跟住咧就講到第10節嗰度，佢話雨雪從天而降，並不返回，卻滋潤地土，使地上發芽結實，使撒種嘅有種，使要吃嘅有糧。而跟住第11節咧就講到呢啲其實即係會好似從雨雪從天降臨喺到地上滋潤地土咧，呢個其實就係神嘅妥拉，就係神嘅話語，就係神嘅妥拉。咁我哋見到所以以賽亞先知佢會嚟到咁樣形容話，即係用呢個嘅雨雪從天上面降落嚟地，就係神嘅妥拉。呢一個嘅理解咧，其實就係從起摩西即係俾以色列人呢首嘅國歌第32章。頭先我哋講到即係頭嗰第32章第2節嗰度嚟嘅，所以以賽亞先知有咁嘅理解，其實咧係從摩西嗰度，所以見到即係先知佢哋好似以賽亞佢所講嘅，佢所明白嘅，佢嘅得着嘅啟示同領受咧，其實嗰個基礎係喺呢個嘅摩西五經，係喺呢個嘅妥拉嗰度嚟到。第4點想講嘅咧，就係耶和華透過摩西一早已經預言咗以色列人佢哋入到去呢個嘅應許地之後咧，係一定會背叛神，一定咧會唔聽神講，一定咧會背棄神同佢哋所立嘅約。喺就係申命記第32章第15到18節嗰度話，但耶書崙漸漸肥胖、粗壯、光滑、踢跳奔跑，便離棄造他的神，輕看救他的磐石，敬拜別神，觸動神嘅憤恨，行可憎惡嘅事，惹了他的怒氣。所祭祀嘅鬼魔並非真神，那是素不認識的神，是近來新興的，是你列祖所不畏懼的。你輕忽生你嘅磐石，忘記產你嘅神。呢度所講到形容即係以色列都會忘記神係佢哋嘅磐石啦，係佢哋嘅神。呢度呢個嘅對於神嗰個描述，正正就開始即係頭嗰4節嘅時候講到神係幾咁嘅好，幾咁嘅完美嘅時候，就講到即係耶和華咧係以色列嘅父啦，係佢哋嘅磐石，係佢嘅神。咁而喺整個嘅妥拉當中，會第一次形容講到耶和華係以色列即係神，亦都係佢哋嘅父，係佢哋嘅 father 嘅時候咧，就喺呢個申命記第32章第6節嗰度係第一次講到。咁而家就講到以色列咧，佢哋就係咁樣背叛以色列，即係以色列背叛耶和華作為佢哋嘅父，作為佢哋嘅神。而喺呢個嘅即係32章18到有呢個嘅15到18節裏面嘅內容咧，同喺31章第20節嗰度咧係一模一樣嘅。申命記31章20節嗰度話，因為我將他們領進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那流奶與蜜之地，他們在那裏吃得飽足，身體肥胖，就必偏向別神，侍奉他們，藐視我，背棄我嘅約。好清楚講到啦，我咧以色列佢將來咧會吃得飽足，身體肥胖，佢都係講到耶書崙係代表緊以色列喺32章嗰度，亦都係會咁樣身體肥胖，就會咧去敬拜侍奉別神。所以摩西咧早已經知道咗，所以就預言將來嘅時候，以色列咧一定咧會背叛耶和華，會去敬拜咧別神。跟住第5點想講嘅咧，就係以色列佢喺耶和華嘅心目當中，同埋喺佢嘅計劃當中嗰個獨特，同埋咧不能夠被取代嘅位置。所以我哋啱啱第4點嗰度講到，即係以色列佢嗰個嘅叛逆。亦都首先第7節呢度咧，即係摩西叫以色列人要追想上古之日，同埋咧思念歷代之年。呢個上古之日同埋歷代之年咧嘅意思就係追溯翻去開始，就係 in the beginning。所以開始嘅時候即係追溯翻去創世記裏面所講嘅事。咁跟住8節嗰度咧就話啦，至高者將地業賜給列邦，將世人分開。呢個幾時？即係至高者講緊耶和華啦，佢哋 Most High God 幾時將呢個嘅地業將呢個 inheritance 賜俾列邦，就賜俾列國，賜俾 nations， 將世人咁樣分開咧？呢個發生嘅事係講緊喺創世記第10同埋第11章。創世記第10章第5節嗰度話，這些人嘅後裔將各國嘅地土、海島分開居住，各隨各嘅方言、宗族、立國。呢度裏面提到咧話分開居住嗰個分開咧，就係同頭先喺即係申命記32章裏面咧講到話個分開咧係同一個嘅希伯來文嗰度同一個嘅字。喺創世記第10章第32節嗰度話，這些都是挪亞3個兒子嘅宗族，各隨他們嘅支派立國。洪水以後，他們在地上分為邦國。呢度和本翻做分為，同喺申命記第32章第8節嗰度話嗰個嘅
分開咧，亦都係同一個嘅字。所以我哋知道，即係話喺申命記第32章第8節講到至高者將地業賜給列邦，將世人分開，講呢件事咧係講緊創世記第10章第11節，即係話喺呢個嘅創世記11章呢個巴別塔呢個嘅即係人對神嗰個叛變呢個嘅事件之後，神咧就將呢個嘅地業分咗俾列邦，分俾列國，就話咧就係咁樣將世人係分開，將佢哋咧 separate 咗，就係講緊呢件嘅事。跟住申命記第32章第8節下半節就繼續講啦，佢話就照以色列人嘅數目立定萬民嘅疆界。呢度和本同埋好多其他嘅譯本咧都翻譯咗做個照以色列人嘅數目立定萬民嘅疆界。但我哋知道呢個冇可能係會照以色列人嘅數目嘅，因為如果呢件事好似頭先我所講係講緊創世記第10同埋第11章裏面講緊嘅事嘅時候，咁嗰陣時以色列都未存在，即係喺創世記第10章講緊即係講列邦嘅數目啊嘛，嗰度有70個嘅列國，我哋話係講緊嗰個即係 Table of Nations， 嗰時以色列人都未存在，所以呢度唔可能係照以色列人嘅數目。但根據其他嘅古抄本，譬如呢個70士譯本裏面咧，佢哋翻譯咧就唔係以色列人嘅數目，係講個神嘅兒子嘅數目。所以咧係至高者將而家呢個嘅地業分俾列邦，將世人分開，係按照住神嘅兒子嘅數目立定萬民嘅疆界。而呢個神嘅兒子 The Sons of God 咧，唔係講緊以色列人，係講緊天上面嘅靈體，類似好似天使或者咧比天使高階啲咁嘅 Sons of God， 係呢個嘅眾數。而個 Sons of God 神嘅兒子喺呢個嘅希伯來嘅聖經喺個妥拉當中嘅時候咧，往往都係指緊係即係天上面屬靈嘅呢啲嘅靈體神嘅兒子，唔係咧講緊地上面以色列人作為咧神嘅兒子。相對咧可以咁樣理解申命記第32章第8節，就係話咧耶和華佢將世人分開咧，成為咗列邦列國 nations， 然後咧將列邦作為呢個嘅產業分配俾咧呢個天庭議會嘅成員。呢個天庭議會就係呢個嘅或者天上面嘅法庭啦，呢個 heavenly court of heavens， 或者咧呢個嘅天上面嘅會議呢個咧 divine council。所以又話咧將列國作為產業分咗俾呢個天庭議會嘅成員咧，由佢哋代表神進行管理，即係話由呢啲嘅天堂議會嘅成員天庭議會嘅成員就係呢啲 Sons of God 代表耶和華咧去管理列邦列國，同時咧為萬民立定咗呢個嘅疆界，就係咧喺即係創世記第10章裏面喺呢個巴別塔事件發生之後呢個嘅事件啦。而跟住喺32章第9節嗰度講過，佢話耶和華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產業本是雅各。呢度咧就俾我哋見到，即係話而家以色列雅各咧同其他嘅列邦嘅關係喺神面前係唔同嘅，因為咧耶和華至高者而家咧喺佢哋下一層嘅時候咧就係啲天庭議會嘅成員，即係呢啲嘅神嘅眾子 Sons of God， 跟住而喺神嘅眾子 Sons of God 之下咧就係列邦，就係列國，就係呢啲嘅 nations。但係申命記32章第9節就話俾我哋聽，耶和華咧佢冇透過呢啲嘅神嘅眾子或者一啲嘅天庭嘅議會呢啲嘅成員咧嚟到去管治以色列，同以色列咧有呢個間接嘅關係，而係咧耶和華咧同以色列有直接嘅關係。所以佢話即係雅各就係佢嘅產業，係佢嘅百姓。而呢個正正喺創世記第11同埋第11章尾同埋第12章嗰度咧就表明咗耶和華咧同以色列有呢個直接嘅關係。因為就係喺呢個創世記第11章呢個嘅巴別塔呢件事件之後，跟住就有列邦 nations 嘅產生，即係話呢個嘅耶和華咧按住即係神嘅兒子嘅數目就分開咗呢啲嘅列邦之後，而家咧就喺12章第1節嘅時候咧，耶和華就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嘅地去。就係喺即係列邦被分開之後，其實因為佢哋咧即係當時嘅人犯罪得罪咗神，跟住神變亂咗佢哋嘅口音，以至咧列邦列國產生之後，神就呼召亞伯蘭作為以色列作為雅各嘅祖先，佢咧就要所以話以色列雅各就係咧神自己嘅份。就係喺呢個創世記第11章，世人得罪咗神，跟住列國列邦產生之後，
而家咧耶和華咧佢就係要咁樣去揀選亞伯拉罕，同佢有一個直接嘅關係，透過亞伯拉罕同埋後來嘅以色列雅各咧，要叫列國、叫列邦、叫 nations 知道以色列呢個嘅神先至係唯一獨一嘅真神。呢個咧就係以色列神俾以色列嗰個嘅 mission 嗰個嘅使命就係叫列邦列國要認識耶和華係以色列嘅神，亦都係全地嘅神。而喺摩西俾以色列呢首嘅國歌嘅當中，就好清楚提到，雖然以色列佢哋將來係會背叛即係反叛神，但係因為以色列係好特別嘅，所以神喺佢揀選當中，所以喺最後嘅時候，亦都神一定會咁樣去拯救同埋釋放呢個嘅以色列。祝福大家。